Hello，大家好啊！今日係2026年6月23號，我係 Anna， 同朋友去咗旺角食平民泰式下午茶餐。請大家 like、comment、share 同記得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 啊 ！Let's go！ 今日去嘅係位於旺角豉油街呢間水門雞飯。水門雞喺泰國曼谷水門市場係好出名嘅食物，牆上面都掛有拳套做裝飾。廚房嘅玻璃櫃嗰度掛滿晒一排排好肥美嘅水門雞，仲掛咗代表泰國神聖嘅大笨象同埋水門雞嘅掛畫。下午茶餐同埋 lunch set 都有多款嘅選擇，都係用 QR code 落單嘅。朋友要咗呢個下午茶42蚊水門雞飯，佢話味道都唔錯，冇退步到。加埋呢個醬油食，十分滋味。我就點咗呢個42蚊嘅鮮蝦肉碎冬陰功撈麵，加3蚊嘅蘋果雪梨水，味道唔錯，幾清淡。加6蚊有4隻泰式炆雞腳，滷水汁呢就唔係好入味，同埋加上雞腳呢又唔夠肥美，食落去呢好多骨，好一般。下午茶泰式鮮蝦肉碎冬陰功撈麵，蝦都新鮮嘅，但係都冇乜蝦味，食落去呢肉質都夠爽口彈牙嘅。冬陰功醬汁呢只係得酸味，調教得又比較淡，好一般。細粒嘅豬肉丸呢都夠爽彈嘅，但係就冇乜味道。免治豬肉碎呢同埋蕹菜呢味道都好淡。由於個冬陰功醬汁呢太過酸，撈落去個公仔麵嗰度呢係完全唔啱配。兩個人呢就食咗93蚊水門雞飯，味道唔錯，撈麵呢就好一般。以下係餐廳各款泰國美食嘅 menu， 供大家作為參考嘅。今日分享係咁多啦，多謝大家收睇，我哋下條片再見啦，拜拜。